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2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来关心云南会伫昨昏公布台铁道路局自强科败马的调查报告，嘛发现工程车连落去进前就已经出问题，掉伫半路，佫硬驶入去工地，才会跋落山架，造成这场意外。 工地主人李义雄用吊带甲吊车货车绑掉的，另一边挂起去怪手，想要甲车拖走。运安会23向外界说明，今年4月初2，台铁408号塔洛克列车败马事件调查报告的事实资料，讲造成事故的货车伫出发到工地进前就吊车过一摆。但是他一早上要出勤之前，他就发现他大货车呢无法发动。那么机电厂呢帮他接电呢，但是告诉他说这个电瓶呢其实状况已经不好。 哦，那一般都是说要换电瓶，但是他当天没有马上换。大货车伫工地现场，佫一摆吊车，李义雄用吊带救车接电，却因为吊带漏气，规台货车为正边后链出落去山坡，车柄伫铁轨路，所落来列车为出后前崩坑到弄着货车，敢若有7秒钟未复反应。运安会佫讲，过去伫同一个所在，别台车辆嘛捌吊车。在今年的1月份，他有2次的预拌水泥土的混凝土的车子，它滑落同样的一个位置，2次滑动之后呢，他就在那个地方用2个交通追射，然后再拉一条警示旗。 安全单位捌提出伫遮设护栏的建议，不过台铁甲包商毋是无回应，就是讲无编列预算。另外，罹难者家属嘛现身记者会，针对前几天媒体报道，运安会讲这桩意外运气是真无好，工地主任李义雄伫迄时有努力过等等言论是真不满，嘛要求行政院长出来面对家属。9点27分，吊带就已经脱离了。那只见这个移工阿豪在铁道旁边有做挥手示意的动作。那我想请问李义祥此时此刻在做什么？ 运安会讲，这摆报告是根据记录器、访问等等的资料来还原事实，会公开放伫运安会的网站。未来阁会进一步公布分析调查，甲针对台铁内部的管理、甲包商的接触等等，提供改善的建议。记者郭不君、谢桂林台北报道。伫这份报告内底嘛，发现讲罹难者47个人当中，有30个人拢是买客票，客票敢通继续买，敢爱检讨做调整，这嘛引起讨论。 也过有专家是表示讲，目前上界要紧的也是台铁家己本身安全问题爱改善。我们的火车撞到这个卡车。台铁泰鲁阁败马事故造成49人死亡，侪人轻重伤。运安会23公布的事实调查报告，其中罹难旅客，我老城市提客票坐车死亡率比坐票旅客关真多。到底该不该有站票？这是后面的分析都要去探讨，因为你时速130跟时速70、60。 那个碰撞跟它刹车的反应的这些时间，那个风险程度是不一样。这个里面是要有科学的量化的数据出来。高铁也有站票，那台铁这次站票的确造成罹难的比例很高。那是不是需要要去禁止站票啊？这个有待详细的分析。运安会分析。 伤亡集中伫5甲8车，第4车开始明显下降，车损上严重的第8车甲7、8节车厢之间，达到27人死亡上侪。第6车甲6、7车厢之间也有10人死亡，扣除2名罹难司机员，死亡的47位乘客，客票都有30人。泰鲁阁轻车式列车客票策略，今是需要重新调整代替回应，考虑安全甲东部旅客运输服务需求，也需要评估研究。铁道专家是点出，即马上重要是有关代替安全防护机制。旅客相对它是处于站立的情况，所以它有可能在事故本身的生还者因素上面相对是比较不利的。这么重大的意外是整个铁路风险管理之中不可以被容许的事情。专家分析，台铁营运安全管理政策报告才会致使重大意外发生。客票牵涉安全营运定期第一，营运局部客费是解决尖峰时段的旅客坐车需求，敢是需要取消客费有待讨论。不过，伫这进程呼吁台铁爱先落实风险管理，提升防护。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掠到对越南来的有非洲猪仔病毒的肉片这件走私案，虽讲这肉拢已经毁掉啊，也毋过涉嫌走私的越南，若涉嫌走私的越南一个母仔囝，暂时拢互裁定收押。这肉片进前就已经流入去市面上，地方政府即马嘛开始咧稽查，若是掠到来路不明的肉片，拢爱摕去化验。
警员甲卫生局人员入去彰化即厝卖越南日用品的杂货店，因为业者疑似向新北的问题业者进口肉制品，正看卖啊，有10公斤的青猪肉甲其他肉制品。就是这个，跟那一个，对，然后我们要送去检验。花莲警方也接到通报，伫民众的冰箱内发现不少肉制品。每民众表示，这批肉制品只是家己食，无加工，也是流入市场。汤圆也针对越南杂货业者要厘清猪肉进货来源。另外，南投警方是伫一名30多岁姓李的查甫人厝内，找到8公斤的越南肉酥。是他跟他妈妈联系，对，那妈妈在越南直接跟那边的越南的厂商订货，厂商直接订货嘛，对不对？查甫人讲是越南的牛妈寄回来，伊就放伫网络卖，也要进一步的化验，敢是含有非洲猪瘟病毒。刑事局所查获的越南走私肉片已经销毁71公斤的问题肉片，涉嫌走私的母仔囝23已经羁押禁见，检警积极追查流向。已经清查了300多个处所啊，那在这一些处所里面。我们总共有发现有6件，像他们进来的是现成的，对，而我们是猪是台湾现杀的啊，对，所以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非洲猪瘟走私肉片流入台湾，未少店家打出猪肉来源，希望消费者安心。学界业者烦恼，部分杂货业者也兼卖猪肉，影响可能渐渐扩大。警方表示，将加强查缉甲速度，有计追查1000外的厂商，将问题肉片追回销毁。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唔但有人走私肉片，风验到非洲猪瘟，嘛有人走私有品种的猫仔，走私案未少，遮尔猖狂。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是专工去桃园的海关巡视，嘛要求财政部的关务署爱好好检讨。已经逐步在跟业者协商。这个不要协商啦，不然你也跟走私业者协商好了啦。这个月2日，有一批超过71公斤，而且带有非洲猪瘟病毒的越南猪肉制品去互查到，查一点就入到市面。行政院苏贞昌早起去到桃园视察航空包裹过电工机的检查情形，针对这批走私肉品无互随查出来，而且一间报关业者已经违规41届，还佫无去用废止营业。苏贞昌面上严肃要求关务署爱好好检讨。知道因为很忙，因为要快速，因为他违规。无所谓，缴了罚款，照样又来，你照样给他聘贷，你们没有想出方法，对守法的跟对违规的是不同的。那他当然违规啊，被抓到是运气不好啊。依照我报关法，应该是要废止他的营业登记。就是应该可以处罚他了，对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做处分。关务署表示，因过肉片走私拢藏伫个包裹内面过海关，地书过电工机无都看甲真清楚，这是内部爱改进的部分。苏贞昌也提醒互一单位实体业者一直上工上芳，政府单位也着爱变巧，而且边境为着要阻挡疫情，管制工作量变真济。苏贞昌也当着答应会提供资源，为着要防止非洲猪瘟，环保署也针对着全台湾676间油品市场进行稽查，也提醒民众，若准有来路不明的肉品，或者是无煮过青猪肉加猪肉制品，爱拼喷扫车，唔通拼喷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伫顶礼拜三来屏东县的来义乡，有一个72岁的老人，一个人去山顶，煞拄着掠光的山猪，互山猪攻击了后，规身躯拢是伤。因为地点较偏远，救援人员是真无简单，才甲伊救落来送去病院，加载并无性命危险。1、2、3。救护人员大家做伙出力，用担架将受伤的民众做山坡卡救起来。屏东县来义乡一位72岁姓严的民众，18早起一个人去河岸乌山，顺其采帕拉罕子，遭获掠光的山猪攻击。本分队于8月18日中午12点56分接获报案，救护人员与8人接触之后，放置受伤患者因查看现场时被山猪袭击。救护人员随即请求指挥中心派遣邻近分队及当地医消支援。山猪的攻击性真强，这位姓严的男人身躯顶有真侪侧壁伤，倒手的砖头啊断去找无，尾也好加载逃走，不过因为手机也无信号，伫山谷内面行真久，尾也电话才卡通，但是山谷较偏僻，救援人员找1点钟才找到。于下午1点48分接触到患者，患者意识清楚，全身多处撕咬，左手手指一节折断。救护人员立即以卷式担架
用人力方式搬运下山。救护人员先甲受伤的所在指挥包起来，该扛起的山路，将改用细台铁外车载落山送病院治疗。好加在人正清楚，无性命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道在，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天气，咱来看云图。今日透西南风，正方面的南部有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拢是多云到好天。过到了后，伫山区、挖近山区的平地，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今仔日的高温大约是32度至35度，伫中昼左右，大东县会到柑仔色的高温顶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若花莲唱国是到黄色的顶号。若明仔载开始，阁还未增强，天气稍热，会改透偏东南风。对流的云系发展嘛较旺，所以落西北雨的范围就会较宽，而且西北雨嘛较大阵。昨天国内开始做国产的高端预防针，总统蔡英文是大胜做，伊昨在7点半就去台大病院注射。蔡总统注射了后，讲伊无啥感觉真轻松。昨昏注射有主文的，嘛有去注射的，大约有9成。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讲，昨昏有3个人注射感觉无啥爽快，不过状况稳定，嘛拢已经转去处理休困啊。这样就不错，对，拿好了，应该没感觉吧？没新感觉，对哈。包括总统蔡英文在内，全台拢总有60万人有约注疫苗。第一天早起，注射报道率大约9成，未少民众讲对国产疫苗有信心。请问是打第一剂高端吗？对 ，A 剂的支持率是偏高，那莫德纳是它的1/10，这个高端的整个那个进行的结果，它是没有这方面的风险。对，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国产疫苗。有人讲因为安全相关，最后选择高端，也毋过桃园传出有3个人出现异状。其中一名26岁女性疑似昏针，住院昏倒，紧急送医，目前已经出院，回去休困。另外2个人，一名外籍人士也疑似昏针，而且血压低、心跳紧，已经回去厝，状况稳定。另外一名47岁男性，住院了后有淡薄仔喘，想要吐，去病院检查，拢正常，已经回去。那当然有在慢性病不稳定的哈，当然是先停止哈，先不要去打疫苗。那第二个，请大家也不用说太紧张了哈，打针本身几乎是没有感觉了。中央病院表示，按照指挥中心规定，只规划3天注射时间，一礼拜2800人会完成注射。另外，10日了后新登记也是加选登记高端疫苗大约20万人，会当伫23早起10点到24下昼6点为止有约，预计27到29开始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23伫昨昏已经核准辉瑞 BNT 的预防针全面的使用授权，这是代表辉瑞 BNT 这支预防针是正做全世界头一支摕到完整授权的新型冠状病毒预防针。美国总统拜登是强调讲，做预防针安全搁利便，美军即卖会要求所有130个美军也并搁拢爱强制做预防针。辉瑞疫苗自去年12月摕到紧急使用授权了后，全世界已经做超过2亿剂。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23进一步核准辉瑞疫苗全面使用授权，也就是讲，辉瑞新冠疫苗顶同是一般药化，会当直接伫咧消费市场买卖。While today's approval includes people ages 16 and older, the vaccine continues to be available under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for individuals 12 through 15 years of age, and to provide a third dose for certain immunocompromised individuals. 除了辉瑞 ，FDA 目前紧急使用授权的疫苗，也有莫德纳加招生。美国总统拜登就希望大家赶紧做有防下，对抗德尔塔变种病毒。The FDA approval is the gold standard, and as I just said, now it has been granted. Those who've been waiting for full approval should go get your shot now. The vaccination is free, it's easy, it's safe, and it's effective, and it's convenient. FDA 只个呢用无到4个月时间就批准辉瑞疫苗全面使用授权，创史上上紧的纪录。根据凯撒家庭基金会民调显示，若是 FDA 全面授权，各路买主有防下的比例会自30%增加到50%。美国国防部甲纽约市宣布做有防下的新措施。So now that the Pfizer vaccine has been approved, the department is prepared to issue updated guidance requiring all service members to be vaccinated. A timeline
for vaccination completion will be provided in the coming days. This will require that all staff of every kind, principals, teachers, custodians, food service, you name it, needs to have at least one dose by September 27th. 美国国防部会强制130万现役嘅军人爱滋辉瑞疫苗，唔是纽约市，包括芝加哥、洛杉矶加华盛顿州，也拢要求学校嘅教职员将爱做新冠预防针。公司新闻张伟林将健康朋友。家乡市，咱做回来关心今仔日嘅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昨昏是8月23，北二三炮节63周年。因为防疫关系，总统蔡英文并无安排去金门参加追思活动，中央嘛无派人去参加，这是引起金门县长甲金门人真火大，讲这互金门人无法度接受。行政院金马联合服务中心是回应讲，因过8、2、3的活动，只要有发出通知，收到通知就一定会派人去参加。今年就真正无收到通知，唔是挑故意的。来看自由时报。财政部国有财产署从2014年开始推动国有土地占用加强清理计划，不过报告是显示讲，这边7年来占国有土地的比率无降低，颠倒增加。审计部是认为国产署无照起工去追查土地使用情形。国产署是回应讲，因为伊的人力甲经费有限，所以处理的量能嘛有限。来看中国时报。受疫情影响，餐饮业甲零售业业绩是继续在衰退。经济部公布7月份餐饮业营业额426亿，是年减38%，衰退幅度是史上第4悬。若8月份看起来嘛无啥乐观，可能嘛有3成以上。7月份百货公司搁较嗨，是减47.2%，是起草上歹的。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阁有2个大病入境的案例。指挥中心是表示讲，为着要防止Delta变种病毒传入去社区，所以打算要启动5大加强监测方案，会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采检，卖验5000个关会者的血清抗体，摕来做参考。新冠肺炎疫情国内阁新增加6例，其中本土的有4例，2个查甫，2个查某，拢伫新北市。另外有2个带病入境，一个是20多岁俄罗斯的女性来台湾读册，另外一个是40多岁立陶宛的男性，伊来台湾食头路。这2个人伫检疫期间拢无甲其他的人接触，所以无考虑接触者。不过有医师提醒，带病入境去为着 Delta 病毒的个案是愈来愈多，加上伫要开学啊，外籍学生都要倒来台湾读册，进入秋冬疫情可能会阁反扩。但是中回应讲，所有入境的人拢会做严格检疫，都是还要居家检疫14天，还要检阴，然后加上7天的自主管理，还是会做很完整的一些管理下，才让外籍生进来为着阻挡 Delta 病毒，指挥中心嘛宣布会启动社区加强监测的方案，即是监测阻挡传播链。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拢总有5个方案。社区的部分8月30开始，各县市合约的诊所会配置家用快筛试剂，提供高风险的民众使用。另外，国内4大国际机场特定高风险的工作人员，为8月30开始，每7天以公费家用快筛检测1届，也有边境进口食品内外的包装。另外，废污水的检测会扩大到22大，而且针对4月份至7月份5000个关会人的血清抗体来做检测，而且做分析甲检测。不过，要甲关会血摕来做病毒的检验。外界指期讲，恐惊违反医学伦理。这个做法，那会已经送了 IRB 的，就是人体研究的伦理委员会，那由他们来审视，那通过之后就可以执行。目前疫情的警戒降到第2级，虽然降级，不过无解封，会延长到9月初6。也那指挥官陈时中嘛讲，根据2日疫情的报告，这礼拜双北的疫情已经调降做中度的风险，不是中高风险。也那教育部发公文，要求老师都要注疫苗，或者是每礼拜提供1届快筛阴性的证明，才会当入去学校。陈时中表示，因为目前学生拢还未注疫苗，防疫会较严格，但注射率有到6成，都免每礼拜做快筛。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例，死亡人数嘛超过444万人。咱做伙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932例。中国的病例有94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伫日本是超过
13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800万例，印度是超过3200万例，巴西超过20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652万例，伫法国已经超过670万例。镜头来越南最近这个月疫情滚价，病例数持续增加，已经连续4天，一天的确定病例拢超过1万例。第一大城从昨昏开始封城，乌志明市1300万人到后个月15进前，若无必要是袂使出门。冰箱架顶的物件拢互民众摕了了，放菜所在也剩无偌济。越南商业中心乌志明市的超市礼拜人挤人，大家赶伫咧封城进前采买物资。Ở trong siêu thị có đưa hàng ra, nhưng mà tại vì số lượng người ở ngoài nhiều quá, mọi người lấy hết rồi chăn hết, không đến lượt mình cũng phải chịu khó đứng xếp hàng cũng cả tiếng đồng hồ rồi. Vào đây bây giờ đứng xếp hàng thêm tiếng đồng hồ để được trả tiền rồi đi ra. 越南政府顶礼拜五实施疫情发生以来上严格封城令，乌志明市自23开始实施2礼拜硬封城，民众除非有必要袂用出门，高风险地区的民众是完全不准出门。民众拢正担心要人走去甲公务员冤。其实，乌志明市自6月就开始实施严格防疫措施，包括禁止2个人以上的公共集会，不过疫情拢无降下来。越南伫咧4月底发生新的疫情，这4个月全国确诊人数就增加30万例。伫咧过去4天，每天新增加的病例拢超过10000。人口真济，乌志明市病例就占总确诊数一半以上，死亡人数占8成。Lúc này ở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dịch diễn biến phức tạp rồi, chủ trương là F0 là sẽ điều trị tại nhà rồi, thì cần phải có các tổ có chuyên môn, có phẩm chất vụ đội của Hồ đến với bà con chăm sóc tại nhà rồi. 越南政府已经派军队协助封城，自8月开始。乌志明市的路的4月，拢有人看到军人伫咧临检，或者是发送物资到民众的厝内。目前越南1半以上的地区是封锁，全国9800万人口，16%的人做过第1期有放射，做过2期的只敢若1.9%，是东南亚地区注射率上低的国家之一。公司新闻是阮玲编辑。来关心阿富汗，自从阿富汗去互塔利班掌控了后，局势就无稳定。昨早伫喀布尔机场发生枪战，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另外，美国嘛调18台民航机协助撤离。美国总统拜登是表示，希望月底进前爱全部撤离，卖甲塔利班参详，一定爱确保机场的安全。当美军甲联军无用伫咧撤离的时阵。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当地时间23早起，却传出有人开枪。德国联邦国防军伫推特证实，美军、德军甲不明的武装团体相战，已经造成至少1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另外，伫撤离的过程当中，一个阿富汗有心的负责人，坐美军的运输机要飞去德国的时阵，伫飞机机顶生产，加载到德国西南部的空军基地了后，母仔囝2个人是拢真平安。从8月14以来，美军联合其他的国家已经协助撤离28000多人。也若31，也就是拜登设的撤军期限就要到啊。不过，目前伫阿富汗境内，还佫有济民众伫机场咧等待。We've discussed a lot with the Taliban. They've been cooperative in extending some of the perimeter. 美国历史上第3届停掉民航机，计共有18架飞行机协助撤侨。拜登表示，伫这36点钟以来，就撤离差不多11000人。目前当地甲塔利班沟通，希望会当扩大机场的安全区。另外一方面，因为机场一直来济人阵，嘛烦恼会成做伊斯兰极端组织下手的目标。即马美军的神经是加了真严。This is the greatest humiliation I've ever seen. Biden's botched exit in Afghanistan is the most astonishing display of gross incompetence by a nation's leader, perhaps at any time that anybody's ever seen. 虽然美军撤离阿富汗，引起阿富汗的局势恶化，是伫美国前总统川普任内讲定的。不过，即马川普所批评拜登撤离的方式，根本就是直接投降。英国推动英美联军进驻阿富汗的前英国首相布莱尼，嘛讲即届撤离的行动是一个悲剧，而且嘛无必要。甚至佫有可能互中国甲罗西亚有利头通耍，增加伫咧中亚影响力。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
美军撤离阿富汗了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伫记者会时强调，美国对台湾甲以色列的承诺真坚定。若咱台湾甲以色列有一寡所在相共，嘛有一寡所在无共。无共的是，以色列查甫拢爱去做兵，而且爱驻守伫边界。一寡政府武装的个人，查某拢有伫咧边境地区巡守。这是驻伫咧以色列西南部内盖夫沙漠或埃及边境地区的步兵，因是隶属以色列第一个男女混合军营卡拉卡。Our main threat is ISIS and other terror groups which try to smuggle illegal drugs or weapons. Our job is to stop them. We know exactly what we're doing and how to do it. 卡拉卡营自2007年开始驻守以外的边境，迄当阵营内面的步兵就有女性对抗边境的恐怖分子。几多年来，男女士兵最能合作，和边境的犯罪率降真多。הם עושים פה עבודה מדהימה ובזכותם הצלחנו להוריד בשנה האחרונה את כמות האירועים הפליליים והביטחוניים בגדר במעל 50%. 以色列军方一直拢正积极让女性参加战斗的任务。伫卡拉卡了，以色列又搁成立3个男女混合军营，目前总共有4个混合性别的军营，女性士兵的人数也已经上千。今年8月，军方也派一支全部拢是女性的坦克连，15位女性装甲兵做伙巡守边境。I think girls really have.They want to prove everyone that they can do it and everything. So also maybe some other units will open to women because that's what they want. They want to go harder, bigger. They want to prove that they're better. 不过军队内面对和女性参加作战，依然有无同的声音，因认为女性伫咧战场受伤的机会比男性较悬。不过以色列国防部是反驳，讲男女混合作战是因为实际需求，唔是社会议题。和更加侪女性担任战斗的任务，对加强军力有好无歹。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G7 领袖国峰会今仔日要召开视讯会议，讨论阿富汗的问题，打算会正式做出到底是要承认塔利班政权，也是要甲制裁。来关心墨西哥石油公司海面上的钻油平台导火烧，造成上无有5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墨西哥的石油产量恐惊卖减1/4。来关心印度空气污染是真热辣，首都新德里昨昏是启用当地头一座去除盐野的高塔，希望会当减轻气价2.5的浓度。不过专家是认为讲这效果无大。来关心东京帕运伫下暗要开幕，咱台湾即届计共有10个选手摕到参加比赛资格。运动员入场会由田径国手杨传辉、刘雅婷举大旗。伊嘛希望透过转播，会当让更较侪人入捌新兴障碍运动。球来来回回，正认真伫咧练球，选手因积极伫咧备战。这边咱国总共有10位选手，伫桌球、电竞、剑道、柔道、羽球、游泳等项目摕到参赛资格。东京帕运因也要登场，咱国代表团会由电竞国手杨传辉、刘雅婷担任讲旗官。刘雅婷讲真荣幸，就是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当掌旗手。家人朋友听到他们也觉得很开心，对，然后他们都说那他们要截图。这次是第3次参加帕运的，都感觉是蛮荣幸，就很荣幸。每次一定都是尽全力以赴去做到最好，然后希望可以拿到好的成绩。参加跳远的杨传辉虽然受伤，不过伊讲会把握每一遍机会。跑的时候、跳的时候还是会痛，所以就教练讲的好好把握每一次的助跑跟起跳，然后其他就不要管它。目标就是好好享受比赛，然后平安回国吧。杨传辉讲，这边可能是伊最后一遍参加帕运，会尽力提牌，也希望个人会让更加了解身心障碍运动。希望透过这次因为有转播，然后让更多国人可以了解身心障碍运动，然后让未来身心障碍的运动发展可以更好。驻日本代表谢良廷也特别去选手村慰问选手，也过上最密图和团员因响应。顶回咱参加帕运，成绩是一云一同，选手因拢真有信心，希望成绩比顶一届较好。台湾加油！台湾加油！加油！加油！记者综合报道。
所以，咱来关心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4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506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伫咱台湾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有新北市，伫新北市是6870例，台北市有4852例，超过200例以上的所在，伫桃园是794例，苗栗549例，基隆316例，彰化274例，伫台中有207例。昨昏并无胃病死亡的案例。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932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506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上新的数字。在地上大条来关心，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4例，拢是伫新北市。不过新北市政府嘛是照常宣布要放另一寡防疫措施，亲像篮球场甲公园，即马拢会当开放使用。23国内增加4例本土确诊，全部拢伫新北市，其中2例来自工作场所的感染，另外2例感染源要调查。对查行踪16004捌坐火车去花莲，染患互朋友传染，得继续疫调。16041是连续5天长时间伫健身房，也捌去过棒球真侪点头，毋过也因为疫情转好，新北市宣布搁放另部分活动，包含篮球场甲公园的体健设施。公园凉亭、体健设施，还有浮潜等水域游憩活动，因为疫情控制稳定，我们适度的在8月24号采取开放。对共大亲人出外食饭的限制，校友亦表示，新北市未放另相关规定。台中市长罗秀燕也认为，台中市无放另的本钱。台中市我们没有松懈的本钱，即使家人外出内用的时候呢，那也希望能够保持社交距离，那或者是要有隔板哈，那也不希望大家共餐共锅。因为北部也有不明感染源，高雄市长陈其迈23指出，在高雄市餐厅内底食饭都要用假饭，安若无会处罚。卫生局了后补充开放，共大亲友食饭免假饭，强调平常伫餐厅食营业场所爱落实实名制，尤其离开食饭的所在，一定要挂喙罨。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昨昏是并无新增加病例，市长郭文克是宣布讲，9月初一开学以实体学生囡仔去学校上课为主。那阵有请防疫假的囡仔会当踮厝内线顶上课。若是有一个囡仔确诊，有一个人确诊，规班是爱停课停14天。另外，网咖茶馆即马业者是有公布防疫措施，是希望政府会当放另规定，互因会当提早开门做生意。毋过，台北市政府是表示，目前中央还未开放8大行业。本周前消毒岛面遥控器甲碰椅拢会上细切，网咖地设要拼复业。防疫讲是比法令更较严格，未来安抚也要用卡才能入去。客人一定要有第1剂的打疫苗的卡，我们都有打1剂的疫苗才能上班。台北市长郭文泰也宣布，9月初一如期开学，以实体上课为主，请防疫假学生用伫厝内底线顶学习。未来只要班上有1人确诊，全班停课14天；2个师生确诊，全校停课14天。同一班停课，你知道这个比较确定了哈。一个学校2个以上确诊要全校停课，这个我们是到时候会看状况再决定，因为刚才讲过，学校有大有小。那疫情升到3级警戒，马上停课，用远区线顶课程甲高中小公布课程。那2点5级，学生采取分组，每礼拜轮流到学校上课，休息时以日为单位轮流到校。台北市将有1.3万的外籍生入境台湾，以后要做好边境管制，唔通造成空碰。确实停课12岁以下学生囡仔居家隔离，要有大人陪带防疫旅馆。逐工影响中央领1000块补贴，防疫旅馆的费用由市府提供。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高雄桃园山区，因为出入的桥进前互大水冲断去，目前山顶欠瓦斯、欠汽油这物资。高雄市政府协调台东，对台东迄边有载155桶瓦斯去咧山顶猛渡。若临时车路已经得要起好势啊，若准会当顺利，今仔日完成演练了后，上紧伫2号会当通车。
20公斤重加速桶一桶，由台东能源公司的员工到3工半上车，3台车155桶加速送去高雄桃园区复兴、那富兰梅山3里。把这个土中瓦斯从台东这一段送到这3个部落。透早出发开5点外钟到位，里面早田也加速桶所在咧等，因为桥冲下去了后，山区居民加速用了，拢只靠搜查。就算台东这边用进出，也因为伤过重，无法度载加速桶汽油这物件。23总算有加速桶用，居民是真欢喜。本来我们很担心的要用木材烧，但现在因为有这个瓦斯桶，可以让我们可以煮饭煮菜。煮菜也是用木材，尤其是大家庭，他们还晚上去赶干的木头。另外，便当抢通要进展，目前只剩过河这边的涵管要台，也有引导焊接工程。24透早有希望完工，再去演练2分钟内thiết置便当侦车机具，到已经完成紧急避难平台，有个应暂停10台车。南市上过大的土石流，有希望保全人车机具安全。用一些车辆来实际模拟整个未来，如果遇到土石流紧急爆发冲下来的时候，是否可以在2分钟之内做相关的一个撤离？公路单位表示，无经过安全演练加细节讨论，未来通车，那一切顺利，2、5就应管制通行。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来关心，希望国内疫情有豆豆稳定，豆豆转好。也毋过即阵啊，各行各业拢受影响。南投仁爱乡即摆有合作社为着要推销家己的农产品，是利用网络直播来贩卖，佮邀请原住民的歌手来斗行销。我们这边还有一个3酸气泡水。伫南投仁爱乡的3酸合作社，为着要推广家己的农产品，头一届利用网络直播的方式来卖物件，甚至佫邀请仁爱乡洗地歌手优古瓦利斯来推销，希望会当增加产品的销路。那我也觉得说，因为我自己家里也是务农的，所以我觉得小农们其实都很辛苦，加上这一次的疫情的关系，那我常看新闻报道，当我看到那些小农正在为他们的农作物烦恼卖不出去的时候，其实我的心是跟他们同在，我也是在滴血的。我当然是非常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为我们自己族人尽一份心。问题是想讲，真侪人拢伫咧做网络直播，合作社也来做试看卖，做了到底才知影讲直播卖物件唔是遐尼简单的代志。我们的收入已经减了差不多70%以上。那由于这个关系，我们就利用网络来行销我们3酸产品，也提升我们销售的一个业绩。就是因为就是第一次，那第一次上直播节目的时候，他们就会突然就是讲一讲，讲完了以后就没有话，就很尴尬。可是他们很好的是，就是2个人会互动。本地唔嘛杨梅雷网拢已经大出，不过受到疫情影响，民众无来部落行打，3种生草产品也拢无人买。目前上届期待就是疫情稳定，恢复因果光景，农民也伫咧网络顶头加强行销，拍出另外一条通路。记者综合报道。山顶嘛有出鱿鱼，这是芬林桂林社区伫4当前有推出黄金山鱿鱼的笋仔干的加工品。今年按算10月份的时要办活动，拍开销路，村民即马已经开始咧传，开始咧无营。村长是表示讲，希望今年的产量有较减，也毋过也有够价，毋惊买无。我山社区今年要出鱿鱼，详细甲看，原来是用拍打的笋干所斗出来的。芬林高溪是全国种麻竹笋的重要产区，为了刺激在地产业，桂林村在4年前创新想出黄金沙鱿鱼来行销，也帮替农民增加收入。当然，你也为青笋做笋干，伊的价钱就会提升几落倍啦吼。咱就由社区这边吼，来整个来收起来了，甲推销去咱外口。第一个是提升咱桂林的知名度啦，第2点就是讲帮农民遮的青笋的价钱看会当提升嘛。想要做出好食的笋干，有影是无遐尼简单，那爱注意杀笋的火候，日头晒笋的温度也着斟酌。当年黄金沙鱿鱼的行销活动，村民大家拢会主动招做伙，斗切笋、带笋签。真侪时代是对少年时啊，就开始学做笋，也望甲这项手艺继续传承。这个山鱿鱼唔是讲你这杀起来吼，就听我拍，你杀起来拍起来的笋干吼，无迄个香贵，啊，搁安怎呢？拍起来笋干搁歹，色水搁歹。主动讲安尼，吼，
先提供笋啊这个黄金山柳叶材料咧，互社区先来先甲撒开下府讲今年咧那大约10月中旬，你个办这黄金山柳叶这个活动咧咱桂林社区咧，咱的原料咧，咱的产品咧都变烦恼啦年初酷花影响，今年笋啊产量少，毋过袂去影响到黄金沙鱿鱼的制作。传流讲，因为活动办到即阵，全民拢会主动捞笋啊来参加。古法制作的黄金沙鱿鱼也已经变作是桂林村的招牌。若是民众有趣味，也欢迎买来批芳食看卖。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人生70才开始，50岁退休算是也真少年，卖使甲退休的生活过甲这日子过甲真心实、真有滋味。伫云林好尾就一个退休的老师，真正是食甲老学甲老。伊退休了后，开始学跳舞、学钢琴、学拍鼓，有兴趣的伊拢总要学。真热烈、有节奏的歌声，互人感受到满满的活力。当咧拍鼓的是退休老师柯素琴，伊对音乐的热情伫遮完全展现出来。老师表示，疫情期间无法度拍照，就来好好练鼓。在这个疫情当中没办法外出，然后我通常都把时间放在这边。一来我不会觉得说没事做，二来又觉得说，也真的是在这个时间我可以好好精进我的爵士鼓。老师的兴趣是真多，唱歌跳舞、语言乐器伊总包，甲家己退休的生活过了是真精彩。伊表示，伫伊的人生历程内底，找袂到无聊这2字。我的兴趣有唱歌，然后跳舞，然后那个日文、英文，然后还有乐器，活到老学到老，这样子呢就不会觉得说好像这辈子白来这一趟。在我的字典里面，我找不到无聊2个字。伊对人生的热情够活力，连音乐也学了。做一寡弹琴、拍鼓等等的代志，唔难互家己快乐，厝内人也感觉幸福。他这个人呢，就是很喜欢学习，然后呢，就是很有毅力哈，所以他好像学什么都像什么。退休只是为工课场离开，无代表人生就收煞。人生打拼半世人，刷落来就爱好好生活，有一粒少年的心，挑战新的事物，把人生过了更加丰富精彩。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凤山的黄埔新村是目前咱台湾保存甲上大、上界完整的贯穿。高雄市政府是甲登录做文化景观，因为这贯穿内底四界拢是旧的电火条仔甲电线。当地人有人就望讲要争取地下化，也毋过嘛有民众是认为讲，这茶做的电火条仔真特别，颠倒是特色，应该保留。红色铁门、旧厝甲规排大树，凤山黄埔新村是台湾上早嘛是保存上完整的贯村。毋过一支一支旧的电火条徛伫路边甲巷仔口，看起来乱糟糟。台电提出计划，按算要甲64支电火条地下化。影响层面比较大的，可能就是进入口这边我们电源引进端的那个开关箱可能，这个体积看起来是比较大我们会跟文化局这边来协调，看看有没有比较适当的位置啦。立委23邀请各单位伫现场会勘协调，讨论未来电箱放倒位。4000万经费由台电甲公务局做伙出，毋过村民认为，这种柴的电火条有贯村历史意义，会当保留。那上面就会有麦克风。那这个喇叭就是在通知所有住在这边的村民的一个重要讯息，所以电线要地下化，但是电杆要保留一些做在地文化景观的装置艺术。电杆地下化，因为其实有不同的声音啦。那至于说这个东西要不要落地或下地，我们是认为还是需要经过一些讨论。黄埔新村推广以住代号，已经有45户经营民宿、餐厅等等。后个月阁增加22户，大门口主要道路的工程，按算年底会成完工。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嘉义县阿里山造作文化园区的原住民剧团，真正因为疫情的关系，团员拢无收入，爱包水饺、卖葱仔饼来补贴。因对2010年表演甲单已经表演超过1万场。剧团是表示，这若代表园区受游客肯定，嘛代表原住民保存文化的成果。
来看原住民剧团表演的民众，带用声来拍谱啊。嘉义县阿里山走走文化园区的剧团，当咧进行因为2010年到当的第1万场演出。他们不是只是为了来挥挥衣袖，这些孩子知道他们的文化必须要靠这样子的一个动态肢体语言来把文化传递出去。进步很多呢，很敬业啊！你看啊，而且很有那个分享的概念。这个毛当诺剧团是嘉义县真有名的表演团队，团员表示，因为第1场直接定金，即卖已经第1万场，要拿保存家己的文化，嘛代表这个所在培养真侪在地的囡仔。在原乡部落一定要做的事情之外，他们还学得了在行销、在销售各方面的知识。这个也可以直接就跟外界做联系。进前因为疫情无收入，团员搁爱兼卖水饺、葱仔饼，有条件解封了后会当继续表演。因希望疫情会当赶紧过去，让大家生活恢复正常。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如果会使食饱字，乡亲敢有啥物代志是想一定要做一世人的？美国就有一个食到101岁老阿嬷，甲呾也咧做伊一世人上介喜做的代志，就是出去讨海掠龙虾。骹手正溜掠，掠骗子用树林索啊，甲龙虾的叶啊绑起来，有当时啊，也阁会开船，互人叫做龙虾夫人的维吉尼亚，已经101岁。伊无亲像一般的老大人，拢踮伫咧厝内，是一礼拜有3天，透早5点就甲78岁后生做阵去掠龙虾。You ready to go lobstering, Virginia? Yeah, I am. 母仔2个人分工合作，后生甲掠龙虾的人啊，对海底游起来，做老母的杨春照，甲龙虾大叶啊缩起来。这份头路伊自7岁做到大，因翁12前过身了，就甲后生做阵掠龙虾，是闽扬州有掠龙虾执照年纪上大的女性。I'm going to till I die. It's time enough. People say to me, well, where do you go for it? Because I want to. I'm old enough to be my own boss. 维吉尼亚的后生讲，因老母无一时停，随时拢伫咧点动，有当时想起来拢会感觉忝。若是拄着大瀑布海象无好，出海有风险，也毋过伊当陪妈妈做伊喜欢的代志，就是幸福。Every day is a good day being out with my mother, no matter what. Yeah, it is. 精力澎湃龙虾夫人北讲，伊甘愿死也袂坐轮椅，也继续做这份伊喜欢的头路，一直到离开世界。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做伙关心环境，大约有200个环保团体成员要求英国政府要赶紧行动，放弃所有会制造污染的工业。另外，伫嘉陵兰嘛出现将来拢毋捌落雨的山头，伫顶礼拜竟然落雨啊！气候反常真正是真难。为研究格陵兰甲北极圈内冰层受气候变迁影响，科学家伫1989年伫相关的所在设研究基地高峰野区。有关格陵兰的雨量记录甲分析，是为1950年就开始。This past week, at the summit of Greenland, which is about 10,500 feet, about 3,200 meters. It's at about 72.5 degrees latitude north. It rained for several hours at the station, and that's not something that's been experienced before. 研究人员指出，英国算干的是8月14到16这几天，格陵兰全境承受的雨水量都有70亿吨，创下1950年有记录以来上济水量。其中，强要无落过雨的高峰野区也出现几点钟的落雨现象。It hasn't rained there in the past because, generally speaking, it never gets above freezing. At that latitude, that close to the pole, at that altitude, it's cold even in the summertime. 科学家指出，确实中期纬度亚热带或者是热带气温升悬1-2度无要紧，毋过毋捌关过冰点的格陵兰，温度小可升悬，过关过0度，一定会互冰层扬起，加速全球海平面上升。对气候变迁议题，环保团体抗议活动一向未手软。今年同款，依照数百年来伫伦敦市政厅抗争的传统，差不多200个环保团体成员。伫市政厅大楼有布条啊，甲标语要求英国国级政府加速放弃所会造成污染的工业。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天
天气报你知，提醒乡亲，今日过到了后，爱小心西北雨。若伫中途进前，这天气是真翕热。花东高温有机会会升到36度，爱会记加啉水。做回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